又到咗夜晚講故事嘅時間啦！停咩樹？好咩啊？唔好講啊！開始咗就停唔到啦。嚟瞓低講咗先。呢個故事嘅名字叫做《森林中的冒險》。喺一個美麗嘅森林裏邊住咗一隻小兔子。好細聲啲，呢隻兔仔個名就叫小白。小咩啊？小白，兔仔嚟嘅。小白咧有一雙長長嘅耳朵，同埋一身雪白嘅毛。佢非常喜歡探索森林嘅每一個角落。有一日，小白聽到一個傳聞。聽說森林嘅另一邊有一個神秘嘅湖，湖水清澈見底，湖中還有美麗嘅水晶魚。小白心諗非常好奇，決定要揾呢個湖出嚟。小白開始咗佢嘅冒險旅程。一路上佢遇到好多朋友，有熱情嘅小松鼠。咩叫熱情啊？熱情即係好友善啦，好友善好活潑咯，好主動同人哋玩咯，嗰啲叫友善啦。有熱情嘅小松鼠啦，仲有智慧嘅老貓頭鷹。咩叫老貓頭鷹？即係比較年紀大嘅貓頭鷹。仲有可愛嘅小鹿。每當小白遇到困難，佢啲朋友們總係會出手幫助，給予佢支持同埋幫助嘅。經過咗一段時間，小白終於嚟到呢個神秘嘅湖邊。湖泊啊！湖邊，湖水喺陽光下閃閃發光。水面上漂浮住幾條五彩斑斕嘅水晶魚。小白高興極了，即係非常之開心啊！佢決定喺湖邊玩下先。但係喺呢個時候，突然間烏雲密布。咩叫烏雲密布啊？即係個天黑晒，啲雲變晒烏雲。密布即係好多咯，即係個天咧，啲雲全部都係黑色嘅雲，雷聲隆隆。我想去廁所。想去廁所添，係咪？好快喎！你想去 Vivi 定 Boo？OK，let's go。咁我哋暫停一下，去到呢個雷聲隆隆。